伫全世界有遐尼侪人拢来庆祝耶稣降生。耶稣降生甲你甲我到底有啥物款的关系？所以我即个时阵要用短短的时间甲大家做一个分享，希望大家更较清楚，咱今仔日咧过的是圣诞节，就是纪念耶稣的降生。拄则主持人有讲要送大家一个好的礼物，其实上界好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为咱带来咱上界欠缺的物件，就是咱心中的平安。咱生活伫一个无平安的世界中间，咱每一天可能爱为着真个代志来烦恼、来操心。常常咱烦恼咱的细囝、咱的囡仔，伫即个社会中间、伫学校中间，咱会拄着啥物款的问题？特别是伫遮尔无平安的社会，但是耶稣的降生就是要带予你一个上界好的礼物，伊要带予咱心中有平安。我的意思是讲，咱来认捌耶稣了后，咱生活中间就无惊吓、无困苦。但是相信耶稣了后，咱会过一关无共款的生活方式，就是咱会用另外一种角度来看世间的代志。咱人生的过程中间，拢会去拄着伤心、人、恶当当的代志，这代志拢会来困扰咱。咱拄着这个代志的时阵，咱拢望有一个好的朋友来帮衬咱，但是常常拢找袂到通好我过的这个朋友。偏偏有时咱拄着困难的时阵，真正会当交托伊来帮衬咱的这个朋友，实在真少。但是有一个上界好的朋友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伊会当成做咱生活中间上界大的平安。如果你能将你的心拍开，互耶稣的疼、耶稣的平安进入你的心肝内底，伊会为你带来真大的力量，互你去面对你生活中间所拄到的这困难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虽然生活伫一个无平安的社会，但是耶稣伊真实的平安，这平安是世间的平安，无法度去比拼的，是一个真正的平安。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礼物。咱看到有真侪咱四周围已经认捌耶稣基督的这朋友，当因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因用另外一种无共款的态度去面对这款困难的时阵，咱就了解耶稣真正活踮伫伊的心肝内底。所以今仔日是圣诞节，咱组织伫遮，不领咧庆祝耶稣降临，咱会爱耶稣放伫咱的心肝内底，成做咱上好的帮衬。这份礼物唔免钱，也唔免你开啥物款的时间，只要你愿意将你的心拍开，耶稣就要来帮衬你，互你会当得到一个真大的支持的力量。这是一个真好礼物，是上帝要赏赐予咱一个上界好礼物。你所爱做的，只是伊来接受这个礼物。礼物虽然真好，如果你若无将你的心拍开来接受，如果你若无将你的手交代伫耶稣的手顶面，你无法度互伊来引带你。所以，如果你若需要帮衬，请你特别会当去甲恁厝邻附近的教会，找教会的兄弟姊妹来你介绍，互你认捌这个带互你真实平安的耶稣。当然，阮也欢迎你来到富强教会。拄则有人咧问讲，富强教会到底伫倒位？富强教会主址是台南市东门路3段11巷2号之1，伫迄个真光恩典诶斜对面的一条巷仔里面，你会当看到这间教会。阮真欢迎你来，也希望讲你会当伫遐甲阮做伙分享。你若需要好的帮衬，阮相信阮介绍互你的耶稣基督，拢会当互你真好真大的支持。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今暗对你我来讲，拢是一个真特殊的暗暝。
因为真侪人拢是第一遍甲我见面，我也第一遍认捌你，但是我要将这个上介好的礼物来介绍给你。这个时阵咱有淡薄安静的时间，如果你若愿意将你的心拍开，咱来听一首歌曲。这首歌曲就要拍一声，你会当来到教会内底找到帮助，愿上帝亲自祝福恁，将这礼物炸倒去，这是世间上介好的礼物。多谢。有一件礼物，你收到没有？眼睛看不到，你心会知道。这一件礼物，心门外口门，是为了你准备，别人不能晓。
在这一首平安夜的歌声里，请我们富强教会蔡正道牧师为大家来祝福。这时候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为所居住的这个城市